可能我哋人一生咧尋尋覓覓咧，都係揾緊自己真正嘅靈魂伴侶，或者同自己真正契合嘅人。咁其實好多人咧，就算想脫單咧，都唔知喺邊一度揾人，因為可能你做嘢嘅時候，可能已經你工作環境受限啦，或者係你嘅本身你嘅社交圈子咧就唔夠廣闊，咁就變到識唔到一啲咧真正適合自己嘅人喎。咁啊，Starman，我聽講你有一個國際交友配對平台可以介紹俾大家去用喎，咁不如你簡單介紹一下你係咩契機之下會有呢一個平台咧？哦，好啊 Anna， 咁咧我哋咧都曾經做過一啲叫做數據分析同埋做一啲市場研究嘅。咁我哋好驚人地發現咧，單喺我哋呢個華人嘅社會啦，即係兩岸四地再加新加坡咧，都有唔同類型嘅數據。先講我哋香港啦，原來我哋香港時至今日有190萬單身人口啦。如果講到中國大陸內地咧，講緊係有2.4億個單身人口。咁台灣咧，亦都有接近30%嘅單身人口喎。咁但係咧，最嚇人數嘅係新加坡。新加坡原來有80%嘅適婚年齡嘅人士咧係未結婚嘅。咁但係咧，我哋發現咧，兩岸四地再加埋新加坡咧，佢哋都有一個唔平衡嘅現象嘅。即係例如香港咧，大家都知道就係女多男少啦。咁而中國內地咧，即係大陸內地咧，佢哋咧就嗰個人口嗰個唔平均，即係頭先講一啲單身嘅大陸女性咧，主要集中喺城市；單身嘅大陸嘅男性咧，主要集中喺農村。咁所以要將佢哋咧配對成一齊係唔現實嘅事情嘅。咁而台灣咧就同香港又倒翻轉啦，台灣咧就係男多女少。咁跟住咧，我哋發現咧，新加坡嗰邊咧，其實好多嗰啲新加坡嘅男男女女，佢哋都係想係海外或者係佢哋國家以外揾對象咁樣嘅。咁啊，而可以再講埋咧，做一個環社嘅就馬來西亞。原來馬來西亞啲女仔咧係都唔係咁中意嫁翻俾當地即係馬來西亞啲男性咁樣嘅，因為馬來西亞啲男性咧都有一啲性格特質咧，佢哋唔係咁中意。所以點解好似阿林明禎呢啲類型啲馬來西亞嗰啲女仔咧咁中意去台灣啦、香港揾對象就係呢個原因咁樣啦。咁呢一個國際嘅交友配對平台咧，睇嚟真係橫跨咗我哋兩岸四地，咁其實都應該係會有好多嘅會員喺入邊啦。咁呢個平台咧係點樣幫我哋去篩選一啲合資格嘅對象嘅咧？咁我哋咧嗰個主要係兩方面嘅。第一方面咧，我哋係會做一啲叫做背景審查啦，即係確保佢真係單身啦。咁甚至乎咧，香港嗰啲會員咧，我哋會叫佢去民政處攞個宣誓紙，即係代表佢哋係證明單身咁樣嘅。咁而內地咧，佢哋亦都有一啲叫做我哋香港叫寡佬證啊咁樣，或者係一啲叫單身一啲證明咁樣嘅。咁台灣同新加坡咧，佢哋都係會有一啲文件上同埋證件上都會顯示到佢哋係處於一個叫做 single 嘅 status 咁樣。咁所以咧，我哋都係從各方面去做一啲叫做背景審查咁樣嘅。咁完成審查之後咧，咁我哋係點樣？呢一個平台係點樣去運作嘅咧？我哋呢個國際交友配對平台咧，首先我可以簡單介紹下，佢名好靚，叫最美時 Wonderful Time。咁咧，我哋嗰個運作咧，首先係有兩部分嘅。第一部分咧，我哋會係就現有嘅會員咧，我哋做一啲配對，即係例如佢又想揾內地人嘅，或者佢又想揾台灣人嘅，咁我哋會睇下有邊啲唔同地區嘅人士咧，佢哋嗰個背景同埋佢哋嘅條件咧，就適合我哋嘅會員咁樣啦。因為我哋唔同地方都有唔同類型嘅會員咁樣嘅。咁第二部分咧，我哋就係會用 AI 啦。咁好多時咧，有啲人咧就覺得我一定要話揾到好似Mirror 嗰幾個靚仔咁嘅樣嘅，但係啲唔係喎，我想好似張天賦咁唱得喎咁樣。咁但係咧，我哋都會俾佢面對一個現實，就係話佢個性格同埋佢原生家庭背景同埋啲數據係可以分析到其實邊類型嘅男仔、邊類型嘅女仔會適合佢。咁我哋咧就會透過 AI 咧去輸入咗佢一啲資料，即係頭先講個血型啦，同埋嗰個原生家庭嘅背景啦，同埋佢啲叫學歷嘅背景啦。咁咧就係從而去幫佢揾出邊類型嘅男性或者邊類型嘅女性會適合佢咁樣嘅。咁但係你話啦，喂呢個 AI 系統如果將來仲有冇嘢可以幫到佢哋嘅話咧，咁我哋都會有後續嘅安排，即係例如將來佢哋真係喺我哋嗰個平台嗰度揾到對象啦、拍拖啦，甚至乎結婚。佢哋會發現，點解會有啲後續嗰啲問題咁樣嘅？咁我哋都有一個叫做後續嘅 AI 支援俾佢哋嘅。即係個 AI 呢個系統咧，佢都仲有一個功能就係話，將
男方同女方佢哋啲背景資料同埋一啲原生家庭情況咧，同埋嗰啲學歷背景咧去做一啲輸入，跟住咧做一個 AI 評估，跟住咧就可以喺1分鐘之內咧就可以揾出一個 solution，一個解決方案咧，就係點樣去提升佢哋啲關係啊，或者改善佢哋嘅關係咁樣樣嘅。咁聽落咧，真係咧 join 咗呢一個平台嘅會員咧，應該都會少走好多冤枉路喎。咁我哋今日咧都有一位咧嚟自台灣嘅平台嘅會員，咁我哋不如而家請佢出嚟俾大家睇下。哇！今日真係好開心啊！我哋一位台灣嘅會員咧就嚟咗香港。咁啊 ，Chris， 你介紹一下自己啦。好，大家好，我是 Chris， 我來自台灣的屏東。那今天很高興可以來到這裡。然後我平常的興趣呢，就是認識各個地方不同的朋友。那很高興今天認識到 StarMake 跟 Anna。好，StarMake， 咁有一位台灣嘅會員嘅時候，咁我哋係會點樣去進行呢一個配對嘅流程嘅咧？咁我哋咧首先咧都會喺個平台根據翻佢哋意願咧，就擺翻喺佢哋唔同嘅配對位置嘅。即係例如有啲香港女仔，佢哋就話唔介意揾香港以外嘅男仔。咁咧就阿 Chris 咧就會入咗去佢哋嘅選擇嘅 database 入邊啦。咁而首先但係我哋亦都要尊重翻嚟自台灣嘅會友啦，即係例如阿 Chris，佢亦都有個意願就話佢都想揾台灣以外嘅女生。咁咧我哋都會再將嗰個設定去做一個配對，咁讓香港或者係其他地方嘅女士咧就可以搜尋到佢啲資料出嚟咁樣噶啦。哦，咁如果係真係揾到一個合適，但係唔係同國家或者同地區嘅對象嘅時候，咁你哋會點樣安排佢哋見面或者係佢哋去認識嘅咧？我哋主要會有3部分啦。第一部分會有一啲叫做 online 線上一啲交流，即係可能透過 Zoom 啊，或者一啲叫做社交平台等佢哋有一個溝通先。咁第二部分啊，就因為我哋都仲有一個叫做雙親旅行團嘅。咁我哋都會透過一啲旅行一啲活動咧，即係將一啲大家都視大家為目標嘅會員咧，就擺埋一齊去做一啲旅遊嘅體驗經歷咁樣。咁第三部分咧，我哋就會比直接啲噶啦，就係話如果雙方嘅意願都非常之大嘅話咧，我哋直頭會安排喺台灣或者香港咧，就做一啲約會啊或者見面咁樣嘅。咁頭先 StarMake 都提到啦，佢會用 AI 咧喺呢個平台嗰度咧去提升我哋揾對象嘅時候嗰個適合率或者契合度嘅。咁我想知道咧，咁喺佢哋配對咗之後，咁呢個 AI 嘅功能係點樣可以令到佢哋促進佢哋嘅關係，或者係令到佢哋嘅契合度更加適合，或者係相處嘅時候更加舒服嘅咧？頭先都講咗啦，即係譬如又攞翻阿 Chris 做例子啦。咁我哋會將阿 Chris 一啲數據資料，包括佢個成長背景啊、學歷啊，同埋係一啲生活習慣、原生家庭資料咧，就輸入去個系統度，等 AI 去分析翻到底邊類型嘅女仔會比較適合佢咁樣。咁而亦都會 AI 會有一啲 instruction 一啲指引俾佢咧，就係話佢如果同唔同類型嘅女生去溝通啊、交往嘅時候咧，要注意啲乜嘢，或者要有啲咩可以再做好啲嘅，咁都會有一啲安排俾佢咁樣嘅。咁不如我哋都聽下我哋台灣會員咧，對於我哋香港女仔有啲咩睇法啦 ？Chris， 你覺得香港的女生是怎麼樣的？我覺得香港的女生，就我目前認識的來說，我覺得香港的女生都蠻獨立的，那也都很有自己的個性。好，那 Chris， 你加入了我們這個平台的會員多久呢？我在這個平台已經使用了3個多月。那在上面也認識了許多不同的朋友，所以很高興今天 StarMake 邀請我來分享使用的心得以及經驗。好，咁如果大家想揾一啲好似阿 Chris 呢啲咁嘅台灣對象啦，或者係其他你自己啱心水嘅對象嘅話咧，咁不妨都可以試用下呢一個最美時 Wonderful Time 嘅國際交友平台啦。